我觉得我的问题有一点肤浅，就是以上师兄所提的问题我都没有思考过，就包括在我们课程学习当中，我也是没有什么能问得出来的。我也不是说我就完全都听懂了，都学会了，就可能不思考是我的一个习气吧。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在文思方面真的就不会提问题、不思考的人，但是我有一颗对秘法、对我的上师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并且也愿意在日常的修行、做功课上有所努力。就这样的我，可不可以成佛呢？我指的是今生就成佛，就一个很大的愿望。这就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肤浅，问题是不是针对着生活？比如说别人听到了，大家都觉得哦，这是一个确实是我也遇到的一个问题。那种其实我们在问的不是在比较这个知识层面的一个东西，而且能不能跳出，能不能这个拿来讨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修行的生活和经常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而且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提出一些想法、建议，用佛法的角度，用生活的角度，能不能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个调整？虽然说是你是没有问题、空洞，但是你问的是非常好。你问的是说不愿意思考，或者不太会思考，或者我们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文思方面呢，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一些太多的这个文思的这个一些满脑子都是那种什么一些东西的人，也是的，可不是的，可以成佛？对对对，而且堪布，就我问的更，我觉得我问的更夸张，就是我的愿望就是今生就成佛。可以，但是呢，马尔巴马尔巴罗扎告诉穆拉里巴尊者说：“哦，今生能不能成佛是靠你自己。”那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密法是有能力即生成佛的。有一次，穆拉里巴的弟子们就是在讨论，在讲这个聊天聊天，然后穆拉里巴尊者听到他们在聊天，内容是什么呢？他们觉得穆拉里巴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他应该是佛菩萨的化身呐、我们一般人不可能有那么大好那么殊胜的成就。马拉里巴呢非常不高兴，他们这样讲，他说：“你们对我这样讲还可以，因为是一种觉得马拉里巴很棒嘛啊，这个不是邪见了。但他说这个对法是一个邪见。他说你们不相信金刚乘有能力精神一个普普通通，还有造作很多恶业的一个人，能变成像马拉里巴这样的一个人，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这个密法的功德。但实际上，他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因为精神，他相信因果，然后就是努力去修行，就得到。你们任何人可以得到，像我一样，这是穆拉里巴说的。而且有时候那种文思啊，这个学习不是唯一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佛法有84000个法门，所以呢，像六祖慧能呢，他不识字的，他当时不识字，但是他已经就是开悟了。这是禅宗就是有史以来历史上就是你知道这个慧能，就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成就，但是我现在如果你记住说我现在要精神成佛，那个也是太这个啊，就是主要是我们要这个一些从基础大实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那成佛是自然的。如果你没有做到自己的一个本分的，那就是再想要也得不到的嘛啊，这是自然的逻辑。但是呢，你现在这种呢，就是你也有参加文思啊，你也有参加课程啊，你也有参加做功课共修，那这样呢，就是你对这个上师三宝有信心啊，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没法的一个最根本的缘起。你现在这个基本的缘起都已经很成功了，那接下来能不能成活呢？就是就要看着办。好的，好的。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疯狂，但是我就特想在堪布这儿得到答案。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有些人觉得密法是即生成佛，有些人根本搞不懂，也有一种那种过度的那种一种幻想和一些甚至误解，知道吗？所以那我能不能得到成佛也，我觉得对信佛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呢，你有这个可以这样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其实很好的，一点都不夸张。是的，是的，就是我问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想不偷懒，然后就习惯性的不思考下去。我一定，因为我对我现在自己所做的就是这些功课呀、修行方面的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我觉得，对，就像您最开始给我的答案一样，就看自己嘛。如果我就是有这么大一个愿望的话，那我肯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了。对，好，感恩堪布的开示。